间，代替已经有修复的计划，嘛期待南皮火车重新改装，以观光列车的形态重新就路迄一天赶紧到来。这个怀旧结合着创新安尼概念，嘛哩真侪乡镇开出着创新之路。来看桃园的博爱商圈，1980年代，红叫做是桃园的西门町。除了有电影院之外，阁有真侪卖食的、卖穿的，是真侪6年级甲7年级生青春的回忆。但是随着都市转型，人口外散，商圈嘛豆豆啊凋零了。为了要甲较早好光景搁甲找回来。当地出现着文创陪伴师，用义务协助老店来改造。另外，这个老产业的第二代是回乡接班，要来拼传承甲复兴。桃园古城区景福宫也是俗称的大庙。那景福宫其实，在我们桃园古城区，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仰中心。这天，两个外地游客伫文创陪伴师廖会馆了解带队之下，展开一座文艺复兴的游览。景福宫本身呢，它已经有就是有1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。那同时呢，它也是列为我们的国家县级2级古迹。大概在桃园市区里头来讲，它是非常少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庙宇中心。对于外来游客讲到古迹的前世今生，伊就会使推广在地特色，活化古城区。同博爱商圈最近几年出现文创陪伴师，免费带游客导览当地城市风貌。你们看伊对着同个在地文化讲啊嘴角端朴，其实伊并不是在地人。5年前，伊对因翁，也就是社造专家林振兴，踏入桃园古城区，这一日来倒会决定讲，必须完成因翁未完成的心愿。因为当时其实在104年开始做的时候，其实林老师花了很多的心力在帮整个古城区，其实它有一个10年的一个建制蓝图的规划跟一个理想那所以呢，其实这几年当中来讲，我们也一直按这样的蓝图逐步、逐年、逐步，很有步骤、很有方向、很有计划去做。廖会馆的先生林振兴捌参加过台北精工商圈、宁夏夜市啊、西门町甲后站商圈的改造。2015年，阿母2个人接桃园博爱商圈活化古城10年计划后，无偌久因先生就过身啊。也毋过了解，无因为安尼就被拍倒去，伊怀着对先生的思念，留落来守护古城。我想地方人士他们都还是有自己相关的步骤再去做这些的事情，所以我想也是一个看到地方人士这样的自觉跟这样的努力，我觉得我们现在再来做的部分上，我们也希望是能够完成林老师当时在帮大家规划这个10年蓝图当中，我们也希望能够逐步去把它实现。了解伫活化老商圈的过程中，发现庙真侪店家拢是老字号，头家平均年岁60岁。标准或者的时代参加，需要有人主动提供支持。桃园博爱商圈呢，过去号称是桃园的西门町，可以想见当时是有多么的繁荣。不过随着市区转移，商圈也逐渐的凋零，因此文创陪伴师就扮演了重要的存在。哎，妈妈，哎，秋佩，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我跟你讲哦，我们明年还有一个店面改造的计划。好。伊是张德军、廖会馆甲林振兴的得力门生，也是当地饭店业者的第2代。为因老爸手中接这个家业，先面临到的是人家质疑。因为他有朋友开始，他之前2008年，然后那年刚好我爸爸在08年那年就走掉嘛。那当时我们有很多的客人在写说，饭店里面不错，可是外面好破败哦。那我在想，对啊，外面破败，我能够做什么呢？我什么都不能做，我顶多能够把我饭店里面做好，外围这边我根本没有办法，心有余而力不足。
早期因为这边叫做我们是古城区嘛，你在这边又叫嫁妆一条街，你现在所处的这个博爱路，以前整条路都是皮鞋，又叫皮鞋街。可以看得到，其实现在还是看得到一些就是过去的一些景象。是没错，你。前景繁华，20-30年前开始变调，人口嘛一年比一年较少。唔甘过去繁华商圈凋零，6年前张德军成立同市埔界地区文创商业发展协会，出钱出力，分文不取，加了解共同推动地方创新。只是在发展的过程中，要和老一辈的人接纳新的物件，真正无遐简单。有这边嘶吼啊，吼什么？吼什么？就说，丰街你们比小英还大，为什么整条都是你们家的啊？你们要干嘛就干嘛啊？因为他们要做生意嘛。好，那我讲说，我们丰街我们可以办一些活动，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这里。用意虽然真好，也无要所有店头家理解甲配合是一个大工程。这边中反对的声音，大部分是因为无理解。文创的陪伴师除了提供资源，都会使化解这个阻力，和惯势单打独斗的店头家做伙合作。更加要紧的是，吸引下一代愿意转来接手。你这样子一天啊，最长的记录，坐在这里修表多久？大概10几个小时哦。修理机械表真熟手，这甲外界刻板印象无共款。修理的人大部分是男性，这个桃园埔界商圈内这间钟表行是查某囝做师傅。因为这个行业比较少人做，所以我们就想说要回来做一些跟人家比较不一样的那个技术这样子。专讲国无会家，蔡秀培本来甲大部分的少年人同款，想要留伫大都市上班，不过又搁挂心家乡年老的父母，看到文创陪伴师大力咧推动商圈的发展，所以讲伊放下心中的长途，回来故乡接因老爸老店，这个决定互因老母真安慰。你现在这么年轻啊，你又女孩子，你要现在也没有人在学那个学徒啊，那个手表学徒很少，都是男生啊。你不要去，他说没有关系。我们为了我们这个店哈，我们一定哈要不要这样断掉，一定要再传承才可以。经过半世纪的钟表店，总算唔免面对无人接班的问题。最近几年来，随着文创陪伴师的大力推动，像这款少年人嘛慢慢变济。离钟表行500公尺外，这间1988年开业的定做西装店嘛出现全新的样貌。头家后生陈友瑞本来是做电子业，是一般人眼中的科技新贵，唔捌想到讲要传承因老爸功夫甲老店。也不过3年前，伊雄雄转念。因为当初也是有一天，就是我下班之后，然后爸爸就问我说：“你有没有意愿想要就是接这间店，把我的技术交给你？”然后因为爸爸意思也是说，因为现在这个我们现在这种西装定制西服嘛，手工的，就是算是有点断层了。一针一线为头学起，但有瑞想要延续，唔那是老店的精神，要以脑海中满满的囡仔时代记忆。西装店上辉煌的时阵，半个月会使做20几束西装，即马上济4-5束。因为我是觉得这门技术，如果说没有传承下去，我是觉得有一点可惜了。希望我会使重新找回永贵永景，嘛，互老爸辛苦一世人心血会使延续。传统产业的第2代，才慢慢变成地方上重要力量，嘛带动桃园埔界商圈的创新和发展。黑的部分把它挑起来，黑豆的部分把它挑起来，然后贝壳都会把它挑起来。伊是陈伟伫有电机博士的高学历，等于家乡做的是完全无同款的行业，半路出家做家备产业。伊无做算，颠倒是搁较拍拼，为行头开始，规套流程拢是家己来，只为着会使冲出一杯有效的咖啡。我本身就喜欢这种有果香的味，果香的咖啡所以今天就准备这支豆子冲给妈妈喝。因老母伫边仔，眼神拢是骄傲，对伊来讲。一杯咖啡，因为因后生这份心意，搁较香。
我只能做他的后盾。我时常跟他讲，儿子，你不用担心，你就做就对了，你就做，你就尽力的去做，那我非常珍惜我这个儿子，因为他真的协助我们很多。原本真稀微的老城区，今麦伫两代联手以及文创陪伴师的拍拼付出之下，强身强好，不再只是信念，而是具体实践。因为这个商圈现在年轻人比较少嘛，那我们希望说用咖啡这种商品啊，看可不可以吸引年轻人来这边聚集。因为现在这边周边开了很多文创的商店。这条古城复兴之路足足行6冬，数字的讲话，依照桃园市经济发展局的统计，整个桃园市商业登记的间数为104年的49023间，增加到109年的59020间，其中将近5成集中伫博爱上宽。在地店家伫遐用的比率，嘛为本来8成降为6成。当人潮回流、经济复苏刷落来，就看少年世代安怎守成兼顾创新，为家乡古城增添新的风采。那我想要做一点，真的花那么多时间、钱或是精神，我希望是真的有一点，可以留在我们地方上。大家共同的愿景跟梦想，然后我们也希望把这样的成绩能够给交给下一代的年轻人。